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，列王纪上卷第4章29到34节，罗马书第13章第11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披戴基督。中文在讲披戴基督，或许我们可以说穿戴基督。在英文的翻译是说 clothed with Jesus Christ， 听起来这个是非常强调外表的事情，穿衣服嘛，可是事实上它却是在讲内在生命之改变，并且一种能够活出来的生命。所罗门王他是非常有上帝智慧的一个君王，但是如何能够展现出来他的智慧呢？我们之前曾经谈论过他，以这个判断婴儿的归属来表达了他的智慧。今天的经文也写了一些有相关智慧的事情。29节开始，他说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的以探，并马葛的儿子希曼、雅各、达大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到四周的列国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，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。他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、水族。天下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圣经虽然是以这一些外显的事情，来显露出所罗门王的智慧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说，就是所罗门王他穿戴的是上帝的智慧。从内在的生命、内在的智慧外显成为人家看得到、感受得到的，他的内在生命有着上帝的智慧，这是人家可以感受、亲自感受得到的事情。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如此。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光明与黑暗。那我们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思考人要如何展现自己是属于光明的呢？当然就是要活出光明的生命，不但要披戴光明，更要显露出光明的生命内涵。今天的经文，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也这样提到，他说：在这儿，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。虽然这些讲的都是外在的行为，其实它正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本质，我们说内涵。那么如果一个属于光明的人，
他就不会有增进嫉妒的生命，他也不会有好色邪荡，更不会去荒宴醉酒。这些都是属于黑暗的行为。属于光明的人就会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并且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预备和黑暗来征战。接续的经文，保罗这样说道：总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放纵私欲。基督徒要如何穿戴基督？圣经以弗所书6章第10节到第17节这样说道：我还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，要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不是与血气征战，乃是与那一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带子来束腰，用公义当护心镜来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盾牌，我们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着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。是的，我们基督徒无法靠自己来胜过黑暗，我们更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试炼。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的祷告说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基督徒的我们穿戴了基督，是为了要彰显我们是属于光明的，是属于基督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更是要穿戴基督来活出见证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穿戴着基督的时候，要因此而得胜。就像以弗所书6章11节说的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求主帮助我们。